赴半导体股 AI 股带头，美股有起，台积电也对咧起超过4%，带动台股8日一开盘就冲关，这盘中上关有来到19333点，落尾是起369点，收伫咧19305点。台积电是起36块，出现725块的新价效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，台股对年初到今年起的情形，伫咧亚洲内面，敢若输日本尔，加上台股有基本面算是真稳定的。顶礼拜五，美股持续冲关，其中辉达超微股价大起4%至5%，台积电美国准托边境 ADR 股价则伊嘛大起4.06%，今日台北股市的早盘开18952点，台积电大起，指数开关走关，国家金融股买盘点火，盘中指数大起将近400点，上关来到19333点，佫创新纪录，中场起369点，收伫19305点，成交量是4853亿。盘烟当盘主角的台积电中场大起36块，收伫725块，创下新高价，市值嘛超过18条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咧反映讲，台股本益比21.17倍，算是稳健，不过有4大变数要注意。台股大盘创历史新高，台股前行还有可能遇到这个暴风劲雨呢？我想这个 AI 产业的基本面应该也是大家看好的，不过。国际间其实今年对于地缘政治、美国的这个调整利息的利率的时间，乃至于通膨这些，还有比方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些问题，还是会有一些变数。除了台股创新关键，日经225指数伫科技股的领军，测试开盘了后，虽冲到40201点，是历史上头一届冲破4万点的大关，到尾也起到40314点。不过因为4万点大家有趁紧卖，中场是起198点，收伫40109点，创下历史收盘新关键。黄天木讲，台股为年初到即马起价幅度敢若输日本，显示台股的表现稳健。今年 AI 产业伫全球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度。对台股有正面的帮助，但是美国因后降低利息，对于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影响。伊讲一般伫国际上认为降低利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是比较有利。降息当然对资本市场相对来讲，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诱因嘛，但是过去这1-2年，整个利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台股也有它相对的表现。另外，国发会公布1月份景气定号，就代表稳健的青灯。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27分，创下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。国发会讲，显示咱国内景气也是维持有较小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